一，请用剪。生意兴隆，财源广进。能够在我们北港的一个原先的台糖的一个旧址来开设这个所谓的一个我们家乐福量贩形态的一个卖场。那这次呢，我们北港的这个卖场呢，我们最主要特别还引进了我们知名的一个秀泰的影城。然后来进驻我们这里。那这一次呢，它楼上本来2楼跟1楼整个都是卖场，那我们把2楼的一个空间呢，我们把它提供出来给我们的一个知名的一个影城，让它能够让北港的一个在地的居民，除了能够享受购物，然后美食之外呢，甚至他们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休闲的一个地方。现在还没有人引进这个自助结账的机台，甚至我们楼下的停车位也都是我们的一个 ETC 车牌辨识的一个系统，相信都是从大城市那边率先引进进来，能够让我们的北港消费者呢，能够真的享受到非常摩登、非常休闲、非常好的去处。所以呢，也借由此，我们邀请了秀泰一起来进驻，让这里的生活圈更完整、更多彩多姿，然后把这个家乐福这个地方成为一个新的地标。在北港这个地方，我们非常有信心，而且刚刚说年轻人会流失，其实我们正是要这样说，因为有这样的娱乐消费跟这样的一个这种所谓的这种商业中心的这种聚集，反而可以带动地方的消费，甚至吸引更多年轻人回乡就业跟回乡发展规格。所以目前有开4个厅，但是这个厅呢都是非常的标准，然后都是落地型的营务，而且是所谓的什么豪华经济舱的座，所以你在前面呢，就算有190公分人坐在你前面，也完全也不会挡到你观影这个样子。集团第一次和家乐福的合作，所以我们首度是把影城，然后进驻在家乐福的卖场这里面，然后提供给消费者一个可以在购物之余也能够好好的去看电影这样子的一个享受。那园林北港秀泰影城这边规划有4个影厅，那在12月13号到12月15号开幕的首3日推出全面电影票都是100块的活动，那我们会有6部最强的电影会推出，欢迎各位在这段期间这3天赶快来到园林北港秀泰影城看电影。